嗱，數據統計咧，香港嘅女士啊，每日咧平均睇手機咧係超過6.9個鐘頭。而最新嘅科研話俾我哋聽，以為紫外線先至係對皮膚最大影響，其實屏幕嘅藍光一啲都唔少。嗱，因為手機嘅藍光咧係一個好高頻率嘅光線嚟噶，佢嘅能量咧可以直達我哋嘅真皮。所以佢對你嘅影響咧，可能比你想象中多。嗱，根據咧 Journal of Photochemistry and Photobiology 2017年嘅數據話俾我哋聽，藍光嘅穿透咧可以去到真皮1.2mm嘅深度。嗱，同 UV 比較咧，其實 UV 只係入到0.06啫。咁所以咧，用6個鐘頭嘅手機咧，嗰個破壞可能唔少得過 UV light 啫。咁點解藍光會咁傷咧？咁原來咧，佢咧會令到我哋嘅 ROS 我哋一個叫做刺激嘅活性氧增加嘅，咁亦都咧會令到咧我哋皮膚入邊嘅分解酵素咧會增加40%。更加重要一點咧，佢會減少我哋 Type 1 collagen 嘅表達噶。所以咧，成日用手提電話個屏幕擺得太近咧，你就會發現自己咧慢慢咧皮膚越嚟越暗啞咯，嗰個眼底會越嚟越凹啊，法令紋越嚟越深啊等等。大家記住小心手機屏幕。咁最後啦，都係俾3個少少嘅步驟，大家點樣抵抗屏幕藍光。第一步，瞓覺前2個鐘頭盡量減少使用手機。根據 Sleep Health Journal 2020年嘅研究咧，減少藍光咧，嗰個膠原夜間修復咧係會提升18%。第二咧就要補充呢一個膠原肽蛋白啦。咁因為咧佢有效抵抗咧呢個活性氧，可以令到咧我哋皮膚減少氧化壓力噶。第3樣咧都要補一補嘅，就係維他命 C 加透明質酸嘅補充。咁維他命 C 咧可以抗氧化咯，大家都好清楚噶啦。而 Hyaluronic acid 咧，其實咧能夠修補藍光所造成嘅皮膚表面水分流失嘅情況。所以咧有時咧唔好成日覺得自己點解皮膚老咧，就上網睇下點解啊。原來咧你個電話越照你嘅皮膚咧就越乾。所以咧睇得多手提電話咧，可能係其中一個老化嘅原因嚟嘅。